今日同大家介紹一間元朗超抵、性價比爆燈嘅屋苑式3樓連天台，兩房大廳格局，仲有獨立巨型天台。今次真係唔好走雞，即刻同大家詳細介紹。首先同大家睇客廳，一入門就見到超闊落嘅客飯廳，擺4人餐台完全冇壓力，食飯聚會一流，休息時間攤喺大梳化度睇戲，舒適感直接拉滿。轉過頭睇睡房，兩房格局，放得落標準雙人大床，想整衣櫃、化妝台都仲有剩餘空間，自由度超高。睇睇廚房上下都做滿白色櫥櫃，超多儲物空間。浴室都係精心設計過，牆身深灰色瓷磚，型格又耐污糟。重點附送超大天台空間，呢個位置大家可以自由發揮。而家擺咗大型梳化，可以整成私人影音室、書房，擺咗雪櫃放飲品、零食，閒時同朋友一齊燒嘢食、睇波聚會，私人大 party 場地，唔使周圍揾地方。講返地段同交通，呢間係屋苑式管理，治安穩陣，出入安心。交通方面超方便，巴士同小巴直達西鐵站同元朗市中心。呢度有獨立天台、闊落廳房，空間感直接完成。無論係年輕情侶上車、小家庭自住，都非常有性價比。心動嘅朋友，立即打個電話嚟置業嘉約睇樓啦！千祈唔好錯過呢個難得嘅好機會。如果想留意更多村屋新盤，記住 like 咗條片，share 俾你班 friend，再 subscribe 我哋置業嘉個 channel 啦。